这届地震高雄地区加载是无发生大灾情，不过网络顶悬传讲三民区火烧厝十全路有大楼起起，引起民众惊吓。后来经过查证，才知影拢是假消息。 手机警报一直弹，规模6.4的地震伫台20线172公里发生山坡土石放落来，造成道路中断。公路局一透早就随去抢通。离高雄市市区好佳在无虾米大代志，敢若一件电梯受困。三民区有民众通报火灾，不过消防队到场看，才发现是水管破去尔。有受理火灾一件，那到达现场以后，发现为民众的水塔。 水管破裂，并无状况。长不是安尼嘛，对不？不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烟。民众讲的火烧，后来证实是水管破去。不过第一时间网络顶悬是出现一张相片，讲三民区有厝火烧，烧甲真热辣。甚至网络阁有人讲十全路有大楼去互地动摇甲起一边。高雄市议员张柏阳讲，网络顶愈传愈喊，伊赶紧派助理去看，嘛证实这一切拢是假消息。311分局也随成立专案小组，针对这两件假消息调查，伫前金区抓到这名姓谢的查甫人，伊用旧相片假做是这摆地动造成火烧。就侪民众看到网络的影片甲相片了，就打电话到消防队去报案。但是因到现场了，发觉讲其实迄是错误的影片，迄个火烧厝的状况，毋是昨地动的时间，或是正前个另外一个时间的影片。经过专案小组与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落叶侦办，巡线于今日11时40分。 在前金区仁德街将散播男子谢男查缉到案。网络消息传播紧，拄到天灾地变，民众难免拢会心惊吓。消防局表示，根据灾害公救法，散布有关灾害谣言也是不实的消息，会当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也是100万以下罚金。民众千万唔通黑白传来路不明的消息。记者柯家柱、柯昭勇高雄采访报道。